今次嚟到臨海山城呢一個設計項目啦，佢本身都係屬於一個特色單位啦，實用面積超過3500尺，設計佈局上咧都需要重新改動間隔啦，去滿足翻戶主一家4口嘅生活需求。由於客廳咧都呈一個長形嘅開式啦，為咗令到設計上咧更加飽和啦，咁我哋都喺盡頭嘅位置咧塑造咗一個酒吧區啦，同時咧亦都透過家具嘅擺位咧，令到設計嘅動線咧更加流暢。喺設計風格上咧，我哋都希望可以連貫翻原有發展商嘅一啲飾面料啦，咁所以我哋都會利用咗一啲木皮或者雲石嘅元素咧，去串連翻整體嘅感覺。喺呢個客廳盡頭嘅位置咧，因為原則嘅天花都係比較低嘅，咁我哋都塑造咗一個酒吧區啦。除咗可以滿足一個實際用途之外咧，亦都可以為客廳咧製造咗一個視覺焦點啦。咁喺中島嘅位置，我哋都透過大花白嘅雲石咧，配合一啲不規則嘅形狀咧，去塑造咗一個設計感更加突出嘅效果。喺玄關呢個入門口位咧，我哋都塑造咗一個屏風間隔啦，透過半弧形嘅設計咧，都可以做咗一個透光嘅效果啦，提升翻戶主嘅私隱度。而喺屏風後面呢個位置咧，我哋都打造咗一個開放式嘅書房啦，可以滿足翻男戶主咧在家工作嘅需要。床頭位置我哋都運用咗好多唔同嘅物料去拼砌而成啦。除咗有一啲金屬嘅屏風間隔之外咧，我哋亦透過木皮、悶布或者一啲長布嘅設計咧，都可以令到個質感咧更加豐富。仔仔房咧，我哋都刻意劃分咗唔同嘅分區啦，譬如話有書枱嘅工作區啦、睡眠區啦，亦都有滿足翻仔仔視聽娛樂需要嘅一個視聽區啦。而喺後面嘅位置咧，我哋又做咗一個隱蔽式嘅衣帽間啦，成個生活動線咧都可以滿足翻戶主嘅生活需求。好多時我哋做廚房嘅設計咧，如果空間足夠咧，我哋都會增設一個中島嘅台面嘅。咁除咗可以方便翻戶主去備餐之外咧，亦都令到嗰個動線咧更加流暢。由於中式咧同西式嘅烹飪技巧都唔同啦，咁如果空間許可嘅話咧，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增設一個中廚區啦。咁閂埋門嘅時候就可以阻擋到更加多嘅油煙啦。